好在过年时啊呢，花市是长老日，中华呢有业者表示讲，这英国拢是红色的花较抢市，今年颠倒是黄色的金桔啊，也是讲菊花是卖了较好的。另外有可能就是因为即马呢金啊是当好价，所以大家才会来买金黄色的花卡。 花市即马长老日有红色喜气的菊花花、圆满艺术的绣菊花，佮有代表兴旺的旺来花。到尾过年咯，全台湾花市买卖的大产地彰化参尾乡，这吊饰的盆栽拢已经上市，都不少人趁年前来买。我有考虑那个亮亮的啦，对啦，招财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荆棘啦，我妈好像想买荆棘，都会多看啦，不会说都只买某一个。有人爱喜气啊，有人爱较黄啊，较袂如那金条咧。 参买在地原价业者表示，因过年节拢是红花上受欢迎，但是今年黄色的盆栽饲草特别好，亲像金桔啊、黄色的菊花花、红杏子、卡拉花等等销量好，卖价用要无货。业者指出，可能是因为金马好价，带动大家来买黄色的盆栽，金黄袂输是金马的感觉。今年有一个做无共的趋势吼，都是黄金色的特别人爱吼，比如桔啊，即马黄啊嘛。 哇，迄黄金色的，啊，咱菊花吼，真侪色，偏偏都是咱这个黄金色的吼，上侪人爱吼。到尾再想想，应该跟黄金起大价有关系啦吼，和金黄的吼身价不一样。业者表示，年节买花毋那是为着装下厝内迎新春，卖当看出民众对来年的期待。今年黄色盆栽销量上好，除了上丁富贵招财，也反映出市场景气甲投资的话题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